好，本身係下午5點嘅颱風速報改為7點。過去數小時，該熱帶低氣壓嘅組織仍為鬆散，大致採取偏西路徑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，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早中午12時。隨後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啦，其強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情況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海面有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呢一度喺4點半嘅時候都改咗，都係差唔多。而家睇下個風暴路徑先，喺下午6時，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約64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大致移向海南島。好，今節嘅颱風速報去到呢度，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